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有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每一种语言拢共款，有学古嘛有创新。创新就是看未来，学古就是想过去。咱今日来做味菜，做一寡古早味菜。即马现代人咧听吼，有当着啊摇无啊，摇无毋是讲咱头壳较输人，毋是含慢，毋是，因为时代咧变迁，即马即个景都无地看，已经真罕见啊！你要哪摇有？来，头一条来讲一间厝啊，一间厝啊是讲有几间厝用砖啊框，看起来普通上，毋是，即条叫做一间厝啊破，有人入无人住。要要啥？咱认真来甲小想一下。煞毋知影国情小甲你暗示、甲你表示。较早咱若讲小改，方便伫厝内用一条梨仔扎起来。毋过若讲每工要消透、要摆下，这就要去到厝外。另外一间厝啊破哦，国情啊，你咧讲我着小可有眉目啊呢。毋过你若讲现代公用的迄款的厝间吼，迄拢嘛起甲新点点，甚至讲地方政府阁有评审。5星级的，免来讲一间厝啊破，对啦，迄就是农村时代，阁无设化学池，阁无设抽水肥的时代。迄当阵咧讲一间厝啊破，因为有当地吼，几落户做伙咧用咧，有人入，无人住，入去，无可能讲定住伫遐啦。对，安尼答案就已经浮出来啊！一间厝啊破，有人入，无人住，就是讲古早的学仔啦。古早即个学，拄我甲大学的学话音。毋知是款人咧讲笑亏呢？讲你读倒位？即马吼，伊明都讲学校，也是讲读到初中、读到国中、高中毕业尔，伊就甲你讲我读三重埔大学啦。三重埔要哪有大学？原因就是因为三重埔遐拄啊一窟大学，就是国情咧讲古早的厕所、古早的洗面间、洗手间。简单讲啦，就是讲古早的便所就对啊。一间厝啊破，就是咧讲迄。过来第二条。一间厝啊，四角角，内底真侪乌头壳。头拄啊，迄条讲有人入无人住，国情啊，你讲这古早的造作，内底真侪乌头壳，这有人啊，这原来古早的造作上正确，原来古早的造作，即马原来足罕见啊。头拄啊，咧讲一间厝啊破，迄真正有起伫遐规间的啦。若即马这条。一间厝啊，四角角吼，迄是表示形体尔，毋是正经有厝。尤其迄形体吼，佮介细件、介细用。要讲啥？要讲吼，即卖的人、现代人、少年囡仔咧用，摕出来刻火的赖达。若古早咧，国情啊，你安尼咧讲，小可有迄个眉目，对，就是较早吼，四角角的番仔花壳啊啦。较早有诶餐厅，甚至有诶饭店，摕来印家己诶广告，顶头花草真济。你若番仔花壳脱开。有影内底一支的番仔火，就是乌头壳哩，因为有乌头壳，毋才有在条刻火。安尼，或者这个题目的答案，就是古早的味菜，今日重新来讲，来体会过去的人心色的过程啦。